2022年的中秋暝，王淑珍。今年的中秋暝，我的第二查某囝 Elsa， 甲几个仔同窗的小招，带转来厝里过节。因要伫2楼的空中花园办一个 BBQ party。我的翁婿专工买一罐长长的路影灯来装塔露台，顶一个点岛，看起来真水、真醒目、真有气氛。BBQ 的材料是大家分头仔去准备的，穿到有够澎湃的，食的、啉的、四手仔，逐项有。海产有目蚱仔、虾仔、鱼仔、蛤仔。肉类有豆仔牛肉、菜光牛肉、咸白菜生猪肉。菜色有卡白笋、番麦笋、番麦、秋麦仔菜甲大肠仔。我另外阁炖一羹菜头汤，内面下真侪好料的，有干贝、莲子、莲仁、鱼丸仔甲蚵仔贡丸，大家拢食甲学落甲会答止。大家斗阵啉中秋期间限定的台湾山脉的芳味米露，阁有其他侪种无同款牌子的米露，摕来透韩国烧酒揽做伙啉。阮两个老的对遮个少年的，经试几若种无同口味的米露，一款新的体验真趣味，互阮煞一时感觉甲因同款变少年。大家哪食哪啉哪开讲，真闹热。啉甲热热啊茫茫的时，无长无迟，圆圆的月娘已经点点啊为云的后面烧出来，金金金挂伫天顶，有够光艳的。月娘拄时阵会互薄薄的云炸咧，像盖一顶新娘网仔同款。有一种言语无法度形容的迷人甲神秘。有月娘的陪伴，大家拢算甲足欢喜，一直到尾仔11点才甘愿散场。阴暗是为2020年中国武汉肺炎大爆发以来，阮兜真无简单才有的聚会。嘛有可能是 Elsa 甲因遮的同窗的今年上尾摆的聚会，因为伊伫即个10月就要离开故乡台湾，去到远的美国食头路啊！无人知影因后一摆的见面会伫啥物时阵。即个 BBQ party 会使讲是 Elsa 上马子的朋友伴为伊办的欢送会。伫 Elsa 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要开始进前，有机会通甲大家相斗阵，互相祝福，我心内感觉真安慰。即个中秋暝，定着会成做阮心内永远难忘的记忆。